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迫切追找你，亲像地空寒无水，我的心神喙焦较无你，我的肉体心无你到要分去。所以我伫圣所找你，爱看你的权能甲荣光，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。我的喙唇要常赞你，所以我要一世人称赞你。要举手求叫你的名，我的心神会满足，亲像享受丰盛的宴席。我嘛要用欢喜的喙唇唱歌常赞你。圣诗281首，上帝即时临在，上帝即时临在。请起立，等咱来吟全首。你即是临在，大家当心敬拜，伫主面前虔诚服侍，上帝的圣殿内。大家点睛礼拜，心肝全已经献跪拜，都已经被上帝辛苦的心爱，哦罗的高满。上帝永远存在，听见今生河海，我变世万族为泪敬拜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因闻祷告天。圣道君将服侍，恳求众阿罗听，愿所言必必声，要阿罗的尊名，恳求万福清气我心焦陶，即可成做主必等老，亲像现在皎皎，看你灿烂荣耀，哦愿阿罗祷告北道，先知高永远，万般的主临高，愿你相会追讨。咱犹原徛伫咱来共读使徒圣经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勒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然日对死人中阁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
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兄弟请坐。咱来启用第49篇，伫个圣诗后面第49篇，显着我来启，兄弟来引。来，喙焦的人才有水。来来买酒，来买啉。恁若着开钱买袂食得的面。啉水听我讲，就有好面通食。趁找袂到上主的时，就来找伊。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，就归向上主，伊要怜悯。上主讲：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。天比地加偌，天比地加偌悬。偌悬，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。雨甲雪对天降落，无搁倒转。要互野种的有种子，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。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。恁会欢欢喜喜离开。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。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青白。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。祈祷，请林荣姐。请同心来感谢创造天地万物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会当互阮成做你的囝儿，受你的照顾引带。虽然阮有拄着侪的困境，也因为你的看顾，互阮经过平安。今仔日是得胜者团契的主日，得胜者是伫陪伴青少年，伫因求学的过程甲生活中，拄着侪的困难问题的处理，因为压力真大，伫因的情绪上的管理，帮助因如何转换情绪，伫即个淫乱、迷血侪的社会，安怎来保护家己？现在阮嘛要为着阮的陈牧师祈祷，求你用你的油抹伊的喙，互伊所讲你的信息，搁一摆提醒激励阮，着爱倚靠上帝，嘛提醒阮做爸母的心转向囝儿，做囝儿的心会当转向爸母，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阮也要为着爱家法、修法的祈祷，求主你互政府官员转向你，行你的道，守你的律法。有侪兄弟因为肉体的软弱，袂当到你的圣殿敬拜你的，求主你医治，也有兄弟心神欠缺，求主你的安慰，
较帮赞。检查有因为公司出外，袂当到伫圣殿的游园求理，甲弥三甲之地。求理的灵，即是特别甲阮同在，互阮今仔日的敬拜，会当诚侪芳的祭献到伫你的面前。有侪囝儿伫你的面前，安尼恳求，拢是奉靠无罪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针对今仔日的讲题读经，来请掀开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0章第1节到13节。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0章第1节到13节，也这显着我来读。兄弟姊妹，我爱恁记得，咱的祖先拢跟对摩西伫云的保护下过红海，因伫云内伫海里受洗，归伫摩西。因拢食共款属灵的食面，伊拢啉共款属灵的泉水。即个泉水是对甲因同行迄个属灵的石盘流出来的。迄个石盘就是基督。毋过因中间大部分的人无互上帝欢喜，拢受毁灭，倒甲规旷野。这个代志，互咱做鉴戒，叫咱毋通亲像因贪恋歹待，毋通亲像因中间有一寡人去拜偶像，照圣经记载，这个子民坐落去大啉大食，徛起来癫狂乱耍。咱毋通亲像因有一寡人淫乱，煞伫一日内死23000人。毋通亲像因中间有一寡人试探主，煞互蛇咬死；毋通亲像因中间有一寡人讲怨言，煞互毁灭者遭灭。因所拄着这个代志，通做别人的鉴戒，搁记录来，通警戒咱这个活伫末世的人。所以想讲家己徛在的，着谨慎，才袂跋倒。恁所拄着的考验，拢是人袂拄着的。上帝是信实，伊袂互恁拄着担当袂起的考验。恁拄着考验的时，伊会甲恁开一条出路，互恁忍耐得调，忍耐会调。俄勒要请得胜者团契，今仔日要献的诗歌名叫做《靠着耶稣得胜》，靠着耶稣得胜。
道，今天是本堂陈牧师，陈牧师正道的题目是“带人甲主同行换命路”，带人甲主同行换命路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的周报，咱下开第10页，有即个讲道的大纲通看。详细咱的圣经若有显示，咱就继续来显示，一面听，一面来看，一面来领受上帝予咱的启示。开始分享大圣，咱做伙来感谢祈祷。天父上帝，即个礼拜是大斋节期的主日，第3主日。通过这大斋节期，我们要自我来操练对付家己，来追求一个得胜的生活甲性命。这个主日嘛是得胜者的主日，相款教会当工进入校园来引带青少年，嘛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互因得到得胜的性命。总是这个得胜，毋是照阮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意思。有时，阮会照阮家己的意思去想象，啥物会互做得胜。总是主啊，求你的神帮助阮，互阮倒一摆来到你的面头前来了解，主上帝，你放伫阮心中的意思。愿主你的神运行伫这中间，通过你的话，倒一摆来甲阮教示，免啊来行这条得胜的道路。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有一本基督教灵修的册，叫做《天路历程》，天路历程有300几档的历史。毋知影敢有人看过这本灵修册无？天路历程，看过请举手。好，所以咱教会侪人都未看过，对无？不要紧啊，会当印，你无看过会当印，不要紧。牧师邀请你会当掀开来看，虽然过300几档，犹原对世世代代基督徒诚做真好的帮助。这本灵修册的这个作者约翰班扬，伊通过这本册，要向每一个基督徒来呼吁，来邀请每一个人，你有耶稣邀请呼召，你才开始来行这条正胜的道路。总是这本册嘛，甲咱讲正胜的道路无好行，无毋对。这本册内底的一个主角，伊的名就号做基督徒。这本灵修册的主角号做基督徒。这基督徒伊原底一路人，想讲拢要挖靠家己的气力来赢过所有的试探、考验甲挑战。总是有几啊解，拢是伫上帝安排的面。有一寡属灵的重判，也是天使来帮助伊赢过试探。上重要的是信心伫伊心内感动较引带，互伊顺服伫上帝为伊的安排。不过，故处即个灵修册内底即个基督徒，伊嘛有骄傲自尊的时阵，所以有当时上帝就顾在伊，顾在即个基督徒看伊要安怎。看伊照伊的意思，家己来行。当上帝顾在人的时阵，人就开始因为软弱来跋倒，陷入伫罪恶的中间，一下艰苦，一下滚假，一下背叛。总是啥物时阵信心感动伊来认罪，就啥物时阵来悔改。啥物时阵有真正的悔改，就啥物时阵是信心的下面。对罪恶中来得胜。这本天路历程的灵修册，互咱知影讲，要行这个正胜的道路，属灵的重判非常的重要。总是信心是咱心内感动甲引带，搁较重要。因为无人会当倚靠家己来赢过所有的试探，咱需要别人的经验来得到提醒。咱需要别人得胜的经验来得到智慧。总是人犹原是软弱有限的，所以除了这个属灵的重判以外，
咱真正需要信心的同在，因为信心会引带咱找到迄条得胜的道路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咱会当来看咱今仔日的经文，今仔日的经文，保罗通过这个批信，爱信徒尽忠伫上帝面头前，因为独独是上帝，才是咱的拯救。耶稣基督才是咱活命的这个保障。虽然这段经文内底，保罗咧教示信徒毋通拜偶像，不过咱来想看卖啊，这个偶像的面貌到底生做啥物形？圣经记载，今仔日的圣经记载第6节的后面，一直到第10节，保罗用犹太人的祖先伫旷野所拄到的这个试探，毋望会当成做哥林多教会信徒信仰道路的这个提醒。咱来看第6节的后面，保罗伊安怎写？伊讲啥物话？伊讲毋通亲像因贪恋歹待，毋通亲像因贪恋歹待，然后又句四个歹待的这个例，这个歹待的例，这四个是咧讲啥物？咱的圣经讲啥？第一个毋通拜啥物货？毋通拜偶像，对无？第二个毋通行啥物货？行干也是讲行淫乱。第三个毋通安怎？毋通试探主。第四个咧，毋通发怨言。咱一项一项来看。第一个毋通拜偶像。保罗一只所讲的偶像是犹太人的祖先一西奈山骹所做的这只金牛。总是咱的想看卖啊，是安那因要做金牛？是安那因要做金牛？因为因无愿意听候上帝对因的引带，因想要家己做主，所以因直接做一个家己想袂的上帝。对埃及得到救，得到讨棒，得到自由，然后家己想要做主。有时咱基督徒讲是安尼，洗礼了啊，信主你来教会啊，开始就无祈祷，无看圣经，要开始家己来做主。人会拜偶像，基本上就是想要一个会当照家己的意思来行的信仰，所以会拜偶像。那安尼来看，咱现代基督徒的偶像是倒位？咱现代人的这个偶像是倒位？第二项，保罗讲啥物话？毋通行淫乱，对无？犹太人的祖先因为受到旷野摩押的这个查某的引诱，煞来拜偶像。哥林多伊是一个这个庙事真济的所在，这个庙事内底都有庙基，这个庙祭啦，庙祭，因受到这个引诱，煞来这个拜偶像。保罗一只讲，恁这个信徒毋通凊彩甲人发生肉体的这个关系。总是这个背后，保罗更较要紧、更较关怀的是啥物？信仰受到污染。这个信仰受到污染，是安那？甲这个查某人发生关系了后，搁来发生啥物代志？拜偶像，搁来就是拜偶像。虽然咱现代基督徒袂去犯安尼的错，袂因为安尼来拜偶像，互咱的信仰得到污染，受到污染。总是牧师直接问咱大家，敢讲咱的信仰、咱的教会内底，真正拢无掺杂外口即个世界的价值观吗？咱的信仰、咱的教会内底，敢讲拢无掺杂圣经以外的观念吗？拢无掺杂吗？若有掺杂的话，请问咱的信仰敢有受污染？那安尼，咱敢有惊淫乱？肉体淫乱是拍算家己的身体，整个教会的淫乱是拍算耶稣的身体，是拍算耶稣的身体。第三，
唔通试探主。犹太人的祖先因经历过红海，伫旷野有吗哪有肉通食，倒对石盘得到水通啉。即上帝保守内底，因得镇压即个外邦人。总是经历过上帝这大权能、大能力了后，因犹原咧怀疑上帝的气力甲引带。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恩典满满的教会，因会当对因所得到的这个恩赐来经历上帝的这个气力甲能力。咱来掀开哥林多前书，检视会看到这间教会有济恩赐，有会晓讲道的，会晓人教导的，会当看异象，会当行圣业，会当讲方言，会当医病赶鬼等等遮的。有济这恩赐，会当经历上帝的气力。总是当因的生活拄着困难考验的时阵，嘛是回头伫怀疑上帝。上帝啊，你的气力伫倒位？你的保护伫倒位？那咱现在基督徒，敢会发生安尼的代志？一帆风顺的时阵，感谢俄罗主。啊，若即衰拄着歹代一堆的时阵，都得袂着歹解决的时阵，咱才会来离开教会，离开信仰。第四咧讲啥？毋通安怎？发怨言对无？这怨言就是离开上帝，家己做主的开始。离开上帝，就是离开性命的源头。犹太人的祖先伫旷野，因为埋怨上帝，因的结局是啥物？无人敢讲迄个字，因的结局是啥？失去性命嘛，就是死亡啊！啊，你会感觉奇怪？新约时代这哥林多教会，甚至是现今的教会，咱敢袂埋怨上帝？咱有当时会埋怨上帝啊，但是你会讲，牧师我也无安怎？我埋怨了，我也无跋倒去磕一空啊，我也无去弄着，也无拄着一寡啥物代志。牧师问你一件代志，你有法度常时埋怨上帝，都敬拜上帝无？你会去敬拜迄个你埋怨的上帝无？你袂嘛？所以你一定对上帝失去信心。你的心嘛无伫上帝遐的时阵，咱的灵性就一定死啊！咱的心离开上帝，咱就甲生命的源头离开远远。所以圣经内底讲的迄个死，毋是肉体的死，是啥物回事？心甲灵命的即个死。保罗一只所举的即四项歹代，拢甲拜偶像有关系。总是咱安尼讨论落来、探讨落来了后，到底即个偶像是倒位？到底即个偶像生做啥物款？偶像就是咱家己欲望的反射。用国语讲，偶像就是自己欲望的反射。所以要行这条正常的道路，敢通干那靠咱家己？敢通照咱家己的意思来行？咱真正就需要属灵的同伴来帮助咱，甲咱提醒。咱更加需要信心的同在来引带咱。所以要行这条正常的道路，咱大心要对付的，毋是看咱四周围哦，对倒有啥物引诱，有啥物试探。毋免去看这个代志，咱大心要对付的是啥物？毋是对付牧师啦，对付啥物？对付家己就是啊啦。因为偶像是倒位来？偶像就是对咱的欲望生出来。保罗伊伫即个经段内底，伊将伊的祖先过去见效的代志来甲讲出来。伊毋望这见效的代志会当成做这圣徒的提醒，互因有智慧，毋通得做毋对的选择来得罪上帝。不过，咱来小看卖啊，保罗所写这的内容，到底这条批交去到哥林多教会信徒手中的时，因敢有将保罗所写的话当作一回事？
咱知影讲哥林多的批信有4封，有4封。咱的圣经内底，前书是第2封批，后书是第4封批。意思中间敢有第3封批？这3封批会当讲是保罗写了真严厉的一封批，顶好讲是咧骂人啊，是咧骂人。所以咱当想象，到底真书写互即间教会了后，因敢有将保罗讲的话当作一回事？就是无较会写第3封批去过去创啊，骂人嘛，对无？牧师伫研究的时阵，我一直无相信讲第3封批去互放弃，只是讲第3封批拿来当作圣经的时阵，敢会看真？敢会看真？若讲有这第3封批变做圣经，我绝对少爱读的，牧师少爱读，会友会感觉讲即讨厌。感谢主，无好第3封批成做圣经。保罗将伊祖先见孝书写互因看，因无当做一回事。安尼，咱回头来看咱家己，当咱知影，咱嘛看起咱身躯边的人陷入伫罪恶中间的时，咱是啥物款的反应？咱身躯边的人因为软弱来跋倒的时，咱是啥物款的反应？哦，好佳哉，毋是我。迄绝对毋是我袂安尼。是讲我检查嘛，有可能会亲像安尼。当别人犯错的时，当别人因为软弱跋倒的时，当别人因为某一寡原因无法度坚持信仰的时，咱有啥物款的反应？咱要当人论断吗？咱要当人责备吗？当人踢笑吗？那时候咱家己拢袂犯错，拢无软弱，拢无迄种无法度解说的困难，相共款。今仔日上帝通过先知甲使徒所写的这圣经内容，将来就要将见效的代志暗藏起来。因为过去这个人见效的代志，会当成做咱后来的人的这个鉴戒。今仔日圣经内底人物，成做咱的鉴戒。咱的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敢有法度成做别人的鉴戒？当然，牧师直接安尼讲，咱要成做别人的鉴戒，毋是讲你刁工去犯罪，增加对付即个罪的即个经验。毋是，牧师毋是咧讲这，毋是咧讲这。咱要成做别人的鉴戒，是咱对付家己的经验啦。咱对付家己的经验啦，咱对付家己的经验，不管是失败也好，也是你一直到大，你一直咧对付也好，也是你一定得胜啊也好，咱为着要成成的经验，会当成做别人真大的安慰甲即个帮助。所以前头句啊，牧师讲，咱的属灵谈判真重要，对无？总是属灵谈判。毋是去找迄种将来无犯过错的人啦。属灵同伴不是去找那种完全没有犯过错的人，因为这种人不存在。这种人无存在，除了主耶稣以外，这种人无存在。今仔日咱讲咱要传福音，咱要带新的朋友、慕道友来咱的教会，总是咱讲准备好啊。咱讲准备好要成做遮的新朋友、慕道友的属灵谈判，咱对付咱家己的遮的性命，敢有法度成做因的鉴戒？咱刚开始来行安尼的即个属灵性命。所以咱来看咱的圣经，保罗伫这中间又讲一句话，即句话伊讲啥物话？想讲家己徛在下，着警醒，正袂跋倒。想讲家己徛在下，着警醒，正袂跋倒。来，咱 PPT 有，咱做来读一解，请。意思是讲，你想讲你的信稳徛即稳即在的人，爱安那？
警醒，才袂跋倒。咱手头若有圣经，咱来看第9章的最后一节。第9章的最后一节，因为咱今仔日读的是第10章，第9章的最后一节。牧师来读，保罗伊讲：我严格操练家己的身躯，到会当完全控制，才免我将福音传予别人，家己反倒受拒绝。简单讲，家己嘛咧对付家己操练家己的时阵，咱将福音传予别人，家己颠倒会安怎？会安那受拒绝嘛？会受拒绝嘛？咱要行这条正诚信仰的道路，千万唔通对家己的信仰有过头的自信，想讲家己做的拢无问题。咱嘛唔通遮尔骄傲自专，摕圣经四界去人批判讲别人做的拢唔对。犹太人的祖先伫旷野的时，无互上帝欢喜，所以受到毁灭。原因是啥物？原因是因将上帝恩典当作理所当然，甚至因从来都无感谢上帝才会想法。是安那？咱来看出埃及记、民数记就知影嘛。当因巴肚枵的时阵，就发怨言。因一发怨言，讲巴肚枵的时阵，上帝就互因食啥？食啥？食玛纳嘛，对无？啊，即马玛纳食久、食鲜、食野，开始讲想要食啥？要食肉。好啊，即马降落即个烟吞，互因食肉。啊，巴肚食饱，开始要想要啉饮料啊，喙焦啊，就开始卖阮讲要水啉，上帝就互石盘出即个泉水，互因会当啉水。总是咱发现讲，当犹太人真埋怨，然后得到因想要得到的了后，因从来无表现出对上帝有较更加的即个敬畏甲尊重，一点仔对上帝感谢的想法都无。因为安怎？只要吵，就有通食；只要乱，就有通啉。因的这种态度，就那想要讲，啊，谁叫你要甲阮救？谁叫你要互阮出埃及？谁叫你要互阮出红海？都甲阮带来旷野，你该甲阮负责任吗？有一句台语的俗语，叫做“啉软土清骨”，有听过无？软土清骨，你讲啥？故意就是得寸进尺嘛。这就是讲，当时是旷野这犹太人啊，对上帝安那软土清骨。总是咱家己的信仰，咱甲上帝的关系，检是安尼。若是讲今仔日咱甲上帝的关系是安尼的时，咱才有法度正做别人真好的属灵同伴。咱才有法度带人行伫得到活命的道路。检查咱家己嘛有可能是属灵的青梅，你知影无？这个属灵的青梅，就是你看袂到家己的罪啦。你嘛看无上帝拯救的恩典。今仔日摩西，伊带犹太人过这个旷野，要进入这个迦南地，总是请问摩西，伊家己敢有入去？伊家己无去去，敢毋是因为伊的私心，伊发性地用这个管去创啊，讲这个石盘。摩西伊一世人受装逼。伊引带人要过这个旷野，进入这个应允的迦南地，总是伊家己却无法度入去。这就是因为伊认为伊家己伫上帝面头前一定徛在啊，一定徛稳啊。规本圣经内底无人亲像摩西安尼，看到刺皮互火烧，安那无烧去。都看过10个灾害，都即个管仔变做蛇，都管仔一压起来，红海安那会分开。都是神在头顶看到上帝，敬仰上帝荣光，无人像摩西甲上帝遮尔亲近啊！总是遮尔属灵人，敢有跋倒一天？
敢有失错的一天？有哪有啦？有哪有？咱爱设立伫上帝面头前，咱也爱学保罗相共款，咱家己设立，咱嘛爱提醒别人设立。无毋对，咱对哥林多前书看伊讲，保罗伊真正是一个最严格的属灵的导师，总是伊嘛是一个真好的属灵同伴。伊愿意用自我的操练来成做别人的提醒。咱要成做别人的属灵同伴，爱伫信心的帮助下面来严格操练咱家己，也相款提醒别人爱设立伫上帝的面头前。上时牧师直接要同讲一件代志，成做属灵同伴一个上基本的要求，就是咱爱做见证。见证啥物代志？见证上帝伫咱身躯顶的即个作为。旷野对犹太人来讲，上大的试探是啥物？就是欠缺，就是无安全感。因为旷野只有土山甲石头，啥物物件都无。就因为一旷野，啥物资源都无，都看袂着头前的路，毋知影要往啥物款的方向，所以因就会惊吓。总是上帝敢有通过伊的云条甲火条来甲伊引带头前的路，有无？上帝敢有透早用云条，下暗用火条来甲因引带即个方向，有嘛？一过红海了后，听好就是讲切断埃及对因的即个捆绑。最后犹太人经历过这个生涯了后，上帝都予因一个看会去的领导者。上帝罗卜摩西，通好做因的陪伴，通好来甲因引带。这是犹太人世世代代拢爱传承落去的见证甲故事，将上帝伫犹太人的祖先身躯顶所做的这个生涯技术传承落去，互犹太人世世代代拢当倚靠上帝，因为上帝一人欠缺的时阵。会补足咱有够野，是咱看袂到头前的路，毋知影方向伫倒位的时阵，上帝会甲咱带路。过去，保罗用这个话来激励、来提醒当时的信徒。今仔日，保罗的话嘛，真做圣经，通过信心倒一届来甲咱提醒，来甲咱激励。咱来想看卖啊！咱想看卖咱家己，咱感觉有迄种性命强要行袂落去的时阵，你有没有曾经生命快要走不下去的时候？敢有迄个时阵？总是咱来回想，上帝是安怎互你重新的得到望甲热情？当你生命强要行袂落去的时阵，咱敢有拄到迄种？真正毋知影要安怎解决的困难的时阵，你真正毋知影要安怎的时阵，咱来回想上帝是安怎去甲你帮助，互你办法，互你智慧的。毋知影你敢有啥物代志，你一定坚持袂落去啊！最重要的代志，你坚持袂落去啊！总是上帝有缘手术，互你气力。甲有够野的忍耐，咱来回想诶。摩西伊引带犹太人出埃及进前，摩西家己敢有受到上帝的磨练？敢有？有无？有嘛？最后伊正做犹太人出埃及了后，一旷野内底迄个看会去的领导者，迄个看会去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同伴。相款，当咱身躯边的这个兄弟姊妹、这个慕道友、这个新朋友拄着困难考验的时，咱兼会使真做迄个别人看会到的属灵同伴。咱要真做安尼的人无？上重要的是，咱来分享，咱来见证
过去上帝是咱身躯顶的作为甲拯救，相信咱过去的这个经验、这个见证，会当成做因真大的安慰甲激励。总是最后，牧师要直接讲的是，咱必须爱说理，因为咱不过是别人的属灵同伴，咱不过是上帝的奴仆，咱本身毋是上帝，咱毋是救主。咱的责任是陪伴别人，引带人来到耶稣的面头前，予迄个人来跟对主耶稣行这条得到生命的道路。犹太人的祖先伫旷野得到活命的资源，请问敢是摩西予因的？就是这个玛纳、烟吞甲水泉，是摩西变出来予这个犹太人的吗？是送予这犹太人的，是上，所以毋是摩西变出来，对无？请问哥林多教会因所得到的恩赐，是保罗赏赐的吗？啥物人有啥物款的恩赐，敢讲是保罗决定的吗？敢毋是上帝通过信心的优势，甲受即个信心自由的运行吗？所以不管是摩西还是保罗，因拢是奴仆，因不过是属灵的同伴，总是因要做的是陪伴人、引带人去超找到迄条活命的道路。咱不过是奴仆，咱不过是别人的属灵同伴，咱家己本身并毋是迄条活命的道路。过去犹太人的祖先伫旷野所追求的，是肉体的活，是肉体的活，甲肉体的即个爽快。那安尼，咱来问咱家己，咱的即个新的信仰团体教会，咱敢有相款去追求肉体的活，甲即个腹肚的即个饱足？咱有甲过去犹太人相共款无？伊愿只追求肉体的物件、肉体的爽快、腹肚的饱足。咱敢有甲过去犹太人相共款？就算讲是旷野的犹太人，上帝真正要予因的是啥物？是玛纳吗？是烟吞吗？是看生夜吗？是予因水泉啉吗？上帝真正要予这个旷野的犹太人是啥物？是更新改变的属灵的生命，这是上帝伫旷野要予因的。相共款，今日教会要追求的是啥物？毋是肉体的需要，咱是要来追求迄个真正的生命、属灵的生命、甲永远的生命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咱回头转来到咱的圣经，我要讲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因当然知影主耶稣基督是活命的道路，啊无因较会受洗信耶稣，因就是知影讲主耶稣基督是活命的道路。总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因想要因的灵魂得救，总是因嘛想要因的肉体伫世间会当得到爽快甲舒适。所以咱第10章看到后面，保罗才会讲一件代志：因有的人食圣餐，倒去庙林内底食祭拜偶像的这祭物，是教会内底食圣餐，然后去庙内底食祭物，是安怎？因这个信徒的想法就是：主啊，我的灵魂交予你啊，我肉体爽快交予偶像。因的想法就是安尼，所以保罗才会直接讲嘛：恁有的人食圣餐食了，都去庙里内底安怎？食祭拜偶像的物件。圣经敢有甲咱讲，信耶稣一定爱艰苦坐挂。咱嘛会当灵魂得救啊，一世间安怎逍遥快乐啊？毋是袂使啊，对无？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赚大钱，工课安怎顺利，灵魂得救也真好，对无？敢一定爱艰苦坐挂。
总是上帝若无爱互你咧，上帝若无爱互你咧，有个人逐当开足侪钱去做身体检查，用上贵的迄种。有人即温困你运动，保持家己的身体健康；有人食了即安那即养生的；有人拍拼趁钱，互家己的生活安那品质较好的。啊，毋过安尼人有当时嘛是得到癌症啊，得到啥物肿瘤啊？我逐礼拜做好事啊，出去嘛叫车弄着啊。嘛会立着狗屎啊！我讲的意思是安尼：咱灵魂得救，咱肉体上一世间爽快顺遂。啊，但是上帝若是无爱互你咧，就亲像上帝引出犹太人去到旷野，要甲因考验相共款，你要安怎回应？所以最后牧师直接要讲的，你要真做别人的属灵当伴。你家己爱大声会向顺服上帝互你的安排甲考验，你家己爱向顺服啦。也不管上帝互咱迄条活命的道路是安怎，啥物款的形式，主耶稣基督永远是咱爱安尼安安去掠掉的。就亲像犹太人伫旷野需要玛纳肉甲食米相共款。咱的性命嘛需要主耶稣基督，成做咱心灵的帮助，甲永远的拯救。所以不管咱所面对的这个考验是肉体上的也好，心灵上的也好，是人际关系，是工课上，是生活上，不管上帝予咱的考验是啥物，也不管上帝要为咱安排迄条活路是安怎。我要讲的是，咱拢早着一定得到永远的活命，阿门。咱早着得到啊，咱灵魂一定得救啊，咱一定有永远的活命。所以不管面对啥物款的考验，咱上界要紧爱做的是，爱弃掉即个信仰，弃掉主耶稣的恩典，然后无看轻十字架的呼召。勇敢壮大温群来对主耶稣行这条活命的道路，咱做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知影阮的心，你知影阮的心伫想，只要我说咧信耶稣，我的性命，我的生活。我的处境就要得到改变。我毋但要灵魂的得救，因我的毋望，我嘛毋望我的生活一帆风顺，无烦无恼。主上帝，阮承认，这是阮上袂得胜的生活。总是主上帝，你的意念悬过阮的意念。你的心思悬过阮的心思，你所为阮所安排的，阮真正毋知。总是阮要相信一件代志，面前的考验是为着要互阮得到得胜的性命。只是迄个方式、迄个形式，阮毋知尔。所以愿主上帝，你安慰、你扶持、你帮助阮每一个面对考验、挑战。试探的人，若有主上帝，你的神来充满伫阮，加强阮的信心，互阮无软弱，勇敢壮大，继续来期了一个信仰，勇敢来行落去。恳求主上帝，你听阮的祈祷，安尼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圣诗，请掀开646首，
耶稣调我来行天路，耶稣调我来行天路。那这请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这请坐，奉献，请赵美珠执事甲刘敏秋执事。
医生，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我先读一摆，请兄姐咱斗阵来读两摆。所以家己掠做徛在的，着谨慎行了跋倒。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，请。报告咱来看今仔日的周报。前面第一页是学师后礼拜学师请家己来参阅。周间的聚会，第二页以及一寡课程，请家己来看。第三页是小组的聚会。嘛，请家己来看。第4页是小组的大道事项。第5页是奉誓的明细。若是有重大的请来找中职来更正。消息大道的消息报告的部分，本主日，今仔日是得胜者的主日，请兄姐为着得胜者的事工来大道来奉献。咱先请刘敏如指示伊是阮得胜者的召集人，请伊先来来甲咱报告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感谢大家久久以来对得胜者团契的关心甲来岛。得胜者团契为着这世代的青少年行入去校园内底，但是阮毋是专业，阮嘛知影，这个年龄的少年是拄好伫咧叛逆期。但是得胜者会当讲，因为回应着耶稣对阮的疼，所以因大家牺牲着时间，也佫有交通各方面金钱，来行入去校园内底，伫校园内底来赢福音的经济。兄弟姊妹，恁若即阵拄好有后生查某囝。是孙仔，嘛是拄啊伫即个年纪，恁有要想甲因做搁较亲密的朋友无？恁有要搁较了解因无？恁有要想安怎来帮助因？安尼恁就赶紧加入来得胜者团契，因为得胜者事工办公室，伊会教咱安怎做。互咱会用个诚做，因会当看，共同咱大家共同来为即个事工来拍拼。当教会，咱教会的得胜者事工，伫个今年度领学期甲下学期，有伫建国国中有开8个班，伫福丰国中嘛有开8个班，伫清溪有1个班，拢总有17班。安尼接触的学生囡仔，接触的青少年，差不多有1000个。顶学期甲下学期，阮拢总用10点钟的时间，8至10点钟的时间，甲因做伙。有讲到圣诞节的故事，互因听。咱嘛有送伊圣诞糕，嘛有讲到过活节的故事，互因听，搁送伊复活蛋。所以咧，这个事工真正有意义，但是阮真正欠缺，因为阮的人数无真济。
所以咧，阮邀请大家来加入得胜者，哦，来为着即个事工，哦，来拍拼，哦，也恳求大家继续有即个事工来倒甲奉献。即个时阵，我来邀请桃园办公室黄主任来甲咱做更较详细报告。牧师，还有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想我用国语会比台语来的练邓啊。虽然说我也是在长老教会，首先真的是谢谢牧师有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做这样的事工报告。那我今天会用守住校园、撒种校园来分享。刚才闽州哥分享，今年他们就接触这样上下学就接触了1000个孩子，各位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那我们真的也要给我们在座的志工老师们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们真的付出他们的时间，真的不容易。那这1000个孩子，我相信，我也深信，神透过他们的口撒种在这些孩子的身上，也相信神必有他收割的时间。我就会用以下的时间来跟各位来分享我们所做的，还有桃园现在的现况。那要不要守住校园？要不要撒种校园？有人说要，有人在犹豫要不要做。那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我们要守住校园。现在是在孩子接触太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了，唯有亘古不变的真理，神的话语，才能够带来给孩子安定跟改变。而且我也相信，在现在那么环境那么恶劣的情况下，唯有神的话能够安定孩子的心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来看看这世代的孩子到底怎么样，遇到怎么样的困难。请问众教会复兴了没有？好像大家不太敢回答这个问题哈。说有又好像还没有，说没有又好像有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人从哪里来？传福音是牧师的责任，还是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责任？众弟兄，你们说的哦，我是因讲的哈，不是我讲的哈。对，传福音是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责任。那请问人从哪里来？只要今天没有进到会堂里面的人，都是我们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是吧？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有一群孩子坐在学校里面，每周有1堂课等着我们去，让我们去可以影响他们。请问我们要不要去？我们为什么要去？为什么？现在国中生难搞又不好教，为什么要去？各位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当我们在犹豫的时候，当我们在想要怎么样拒绝牧师或者是拒绝闽州哥的邀请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拒绝了跟神同工的机会。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，上帝可以说有就有，但是神希望透过我们跟他同工，领人归主。各位，圣经里面有没有看到5000人吃饱？神到旷野去，耶稣到旷野去以后，本来是要休息，但是呢，你说那个耶稣能不能说父啊，给他们通通肚子不要饿？他有没有这样的能力？有，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，耶稣却让他的门徒说：“去，你给他们吃吧。”一样，当耶稣跟你说去，让这群孩子有机会听到福音，各位你们要不要去？要哈，你们找闽州哥报名了不是找我报名了找他报名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犹豫要跟不要的时候，各位已经很多人都去了。各位，这张照片是什么？慈济在哪里？在校园。对不起，同工会帮我怎么黑掉？慈济在校园，对不对？慈济的人力物力有没有比基督徒都来的还多？是。但是请问我们要不要惧怕？不要，因为我们的父神胜过这一切。你看，因为他们人力、物力、财力都比基督徒来的丰沛，但是他们仍然为了他们福音的缘故，他们去到校园里面去得着这世代的孩子。各位，我们要不要更这样子更谨慎警惕？我们更是要为福音的缘故，为主的缘故站出来。桃园的最高学府介寿国中，我去那个学校，那个志工跟我分享，他说他在这边服侍，并不是因为他有时间，而是他要紧紧抓住神，因为这世代太重要了。那他说隔周会有师兄师姐开1个半小时的车，从山下开到山上去，上了1个小时课以后，再开1个半小时车，再开到山底下。各位，请问他们付了代价了没有？付了，为了他们所谓他们的福音的缘故，他们付上了代价。
试问在座的各位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要不要为主的缘故付代价？当我们说要，当我们犹豫的时候，甚至当我们在思考说怎么样的时候，各位，别人已经冲上去了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挪去所有的恐惧跟余力，我们为福音的缘故站出来。这是他们在开学的时候我拍的，他们在浸思仪跟得胜者实验室。这时候他们说，这个学校是我们也是我们长老会认领的，是那个南坎长老教会认领的。那这个学校的会长，他们就持续动他们的关系去找家长会会长，他们把整个学校有些年级吃下来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不去，我们带不出影响力；我们只要去，绝对会带出影响力，因为我们的父神支持我们。那我也为了福音的缘故，因为孩子会因为听到福音而走进教会，即便不是现在。我那时候在去复兴乡的时候，我就问那个孩子，我就看到他，哇，他吊郎当的，看就很想扁他哦。就那孩子跟我说，他本来一天3包烟，但是他现在是3天1包烟。我说那你的目标？他说我的目标是戒烟。我说为什么？你好棒，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我的老师告诉我，我要集中力量在可以改变的事上，而且我的老师带我去教会，让我知道我要爱自己，我不能靠别人，我要靠自己。请问值不值得？这老师陪伴3年，值不值得？值得。孩子走进教会了。再跟各位讲一个真实的，我去金门培训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走到中午的时候来找我，她说我是得胜宝宝，我就很开心。我说你在哪里上课？她说我在林口。我说你什么时候走进教会？她说高中。我说为什么你会想走进教会？她说我的老师，我的得胜者老师告诉我说，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可以去找教会。那时候她就遇到家里的事情，然后她走进教会。各位值不值得？从人的眼光看，或许觉得是很投资报酬率很不好，但是从神的眼光看，因为这个孩子，他们全家因此而信主。后来她就走进教会，就认识她现在的先生，就嫁到金门去，他们全家人都开始服侍，值得吗？我相信从神的眼光是值得，所以我真的邀请各位，是我们一起来参与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影响力的。那这是我们在座谈会的刚才的照片，人人皆祭司，人人也可以成为校园的宣教师。我们不是专业的，我们不是最顶尖的，但是我们有来自父神爱我们的心。当初父神爱我们，把他独生爱子降世为人，然后道成肉身。那是否我们也愿意这样子的爱，透过我们去成为这些孩子们的祝福？因为我们去，孩子就会听到不一样的价值观，就会知道有人爱他们，也知道有一群基督徒的老师，不管年轻年长，就是因为单纯的爱而来陪伴他们。我每一次来参加得胜主日的时候，每次看到李龙姐还有这些长辈，其实我很感动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会挫折，会想放弃。可是当我看到年长者，这些白发苍苍的年长者之后，仍然持守在校园的时候，我再一次的激励我自己，他们都持守，我更要持守在这件事情上面。所以我真的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不要疑虑说我做不做得到，因为上帝会把我们所需要的恩膏赏赐在你我身上。只要我们愿意去，我们就可以成为孩子们的祝福。因此，我也邀请各位是可以成为得胜者的志工老师培训，不管是主教、助教、批改，不要小看你的批改，不要小看你当助教，更不要小看你进校园。我们都是在这样子的时代宣告，是这些孩子是属乎上帝的。第二个，我们要为学校来祷告，为你们所认领的国中来祷告。在人不能，但是透过祷告，班级会带来翻转，学校会带来翻转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愿意每天花一点点的时间为教会所认领的国中来祷告，我相信会因为祷告圣灵会动工，会带来不一样的改变。第三个，协会的经费都是靠众教会弟兄姐妹奉献来的。我们把众教会弟兄姐妹奉献来的金钱，我们把转换成课程，再提供给众教会使用。我们为的就是希望成为这样的平台，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因为这样的课程，因为教会的关心，能够受到帮助。我去上课，我班上的孩子，男生很可爱，胖胖的，圆圆的。结果我在看他的那个心得，他写说，妈妈交男朋友了。所以代表什么？家里出了问题，对不对？我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就问他：“你还好吗？”那个小胖胖的男生就眼泪含着这样
我还好。哇，我看了心里很难过，为什么？一个国一的孩子却为了父母亲的事情在难过，要眼泪掉着。下课我就说你陪老师拿包包到楼下去。他说好，我说太重了，好。就我就问他说你还好吗？哦，眼泪的还好这样哦。然后他就说妈妈只留了400块，就离开了。哇，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很难过，我就跟那孩子说，我说老师愿意当你的电话筒。就这样那一班我陪了1年。如果今天没有基督徒的老师进到校园，这个孩子有没有可能就这样跳下去了？有。但是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每个孩子都是上帝所赏赐在我们周围的产业。愿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些孩子，不要小看自己，不要认为自己的能力做不到，不要认为自己有年纪，绝对不要，因为上帝会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也邀请各位，在你们的奉献周报里面有加，这是奉献袋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也邀请你们可以支持这样的事工，你可以小额的、按月的来支持，因为得胜者事工没有办法等钱到位才推展，我们就不断的一直要往前。所以从原本的3套课程，是要变成5套，即将要到第6套。为的就是左手进右手出，要祝福更多的孩子。那后面也有信用卡的填单，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小额的，你不要小看你的100、200，都可以成为孩子们的祝福。最后，我用一个影片，这是桃园的孩子，然后给各位来看最后这个影片。请同工帮我放，谢谢。这影片1分钟。没有声音。女生，然后很喜欢挑战权威。那虽然从小在教会生长，可是到国中的时候是一个让爸妈也让老师很头痛的学生。那在国1的时候参加了问题处理的得胜课程，在当时只有觉得，有一些金句我好像我背过，然后可是当时并没有太大的感觉。是一直到国2之后，就是反正跟家庭的状况还有什么就越来越糟糕，然后才慢慢从就是这当中得到一些鼓励跟帮助，然后神也很奇妙，就是在10几年后的就是今天，让我可以成为得胜者的批改老师，然后所以各位老师加油！你们的鼓励跟你们的教导对于学生，都有很大的帮助。也许要等17年，可是一定有一天都会开花结果。17年，长吗？长，那值得吗？但是这个孩子信主是值得的。那我要跟各位说，不要说是外面的孩子需要这样的陪伴，连教会的孩子，你看也需要。他自己是在义恩堂聚会。然后当初念同德，是同德团队的教会进去的，就是红恩教会他们去带的。所以各位，当我们在不同时期的地方撒种的时候，收割也在不同地方收割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那个有影响力，能够带孩子撒下这样子福音种子。未来不是只有30倍，我相信是60倍、100倍。但是我们不做，教会会断层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一起为主的人。好，谢谢。等下12点半到2点，伫705有教育部举办的健康的讲座，讲员是阮圣乐队员的李医师李应灿李医师，伊主讲的主题是对信仰来看健康，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。下主日的消息是，下主日是圣道的主日。对即几年离开咱的信仰的长辈，咱来进行一个追思的活动，纪念教会的因陪伴教会的成长以及美好的脚迹。请兄弟为着即个事工，咱共同来关心来祈祷。下主日下晡12点半伫6楼办公室来召开行政部的会议。下主日的1點伫700的教室有小会。下主日的1點伫701
有第2次奖学金的审查会，请委员来出席。教会消息，2019年4月到6月份的新安宫欢迎会友会通到6楼的办公室来领取。2019年下季学校正式来开始报名咯。详细的这个时间、营会时间、报名时间、报名的适合的年龄、报名费等等，请家己来看。教界的消息，德中妇女灵修关怀小型教会活动，是伫4月22日，地点是伫通霄教会。这有兴趣的通会长温香简称技术夫人，甲迄个。也是讲副会长美玲姐来报名。新德中会少年部北区的医学讲座，伫个4月18拜4上午10点，伊的地点是伫咱的隔壁厝边的中立教会。讲师是马街协谈中心的主任吕主任，伊要讲的是情绪的管理。其他的情形，咱若要报名的，咱家己来看。总会常年事工的委员会成立35周年活力常年101培养感恩礼拜以及联谊的庆典，要邀请常年的兄弟通踊跃来参加。有兴趣的，伊的时间是6月18拜2上午8点半到下晡的3点。地点以及报名费等等，才请家己来看。新德中会教育部甲台湾大神有合办一个教会领袖同工的培训的课程，拢总有6摆，才有兴趣的嘛时间、报名费等等，咱家己来看。以上请牧师来补充来介绍大道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牧师是嘞，是好酒斟瓮底吼，我拄仔漏掉一个，就是赵令伟因迄个夫妇以及迄个黄玉汉吼，文正乡的公主，因拢有迄个喜获千金吼，所以中昼加菜麻油鸡，谢谢。好，所以请咱喙暖小心嘞。互牧师补充报告了啦，吼！来，牧师直接做即个介绍以及补充报告。第一位周祖昂、周子宏弟兄伫咱中间。好，欢迎你。再来，这对是应该是翁仔某林瑞光甲吴嘉玲夫妇，刚好伫咱的中间。林瑞光。欢迎你，请坐。再来，蓝瑜文姐妹，好，好，请坐。再来，这是对我的母回来的台南民族路教会柯英春甲林珠辉夫妇。好，欢迎你，请坐。敢有牧师无甲你介绍着，你第一届来的。咱看正咱四周围的人好无？你看到迄青云的，大牧师记者。好啦，无牧师直接来，对啦，有人检举出来啊，来，对啦，在哪里？好，我们拍掌欢迎他们。好，等下请老婆和老家资料吼，和老家资料，欢迎你。后来咱先开手报，咱先到第9页，好无？牧师简单来报告，嘛来介绍咱后礼拜即个圣徒主日的一寡的内容。刚有看到啊？有没有翻到了？有。后礼拜即个圣徒主日，上主要是配合咱台湾的即个民俗。咱知影讲，咱常台湾拢会去扫墓对无？拢是啥物时阵？清明节无毋对。总是咱基督教过去一直拢互人误会一件代志，因为迄无信的，想讲一句话，基督教死无安那？
是不人考啦，吼啊，说我们怎么样数典忘祖啊，怎么样离经叛道啊？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咱圣经显出来，圣经教咱教是讲咱爱友好父母，啊，敢有对咱的信仰前辈来得到智慧，敢有讲爱传承这个永远的话命，互咱后代，啊，拢有嘛，对无？后来咱来看咱这个内容啦，吼，来。咱来看第一段的第2行，这个祭祖的意义吼，第一个讲是啥物货？薪火相传对无？第2个是啥物货？孝道伦理。第3个是什么？团结家族。第4个是什么？我要讲的是，咱教会人就可以慎终追远，人就可以有这个圣徒礼拜，但是唯一不同的是，咱刚好你祭拜咱的祖先。有没有拜祖先？没有，我们没有拜祖先。好，那所以我要讲的是，咱一整总会所发行的这个教会礼拜，甲圣礼典的这手册内底有一个圣梦礼拜的听书，大家知影无？哦，恁当然唔知，因为恁唔捌看过。我加问的，来，教会捌带咱的兄弟姊妹去到牧园来举办咱的圣梦礼拜，恁有经验过无？有啊无？来，捌经验过，请举手。好，我看举手的拢是年纪较大的吼，嘛是有年纪较轻的，好不要紧。因为考量到这个交通、场地，还是讲这个庄严性，我要讲的是，咱教会人实在足济，无法度去到牧园举办安尼的圣礼典，所以，阮将这个圣道主日刷来到后主日，就是3月31，一教会安尼来举办。咱来看第2段这个部分啦吼。后礼拜的这个主日礼拜的内容有一寡组成的元素吼，咱有看到无？祈祷会、敬拜俄勒、听书照常是咱丢了中的礼拜听书，有圣歌队的献唱、冒生命的见证，啊有要用3段经文来做3个分享。总是你放心，每一个题目讲。要1000字尔，所以唔免烦恼啦吼。上界要紧的是第7点，这个圣礼有看到倒水礼无？献花礼、点烛礼，哦，这是追思3礼吼。这追思3礼，咱来看后面的介绍啦吼。来，咱来看，这个追思3礼，这个器具有水盘、水、花盘、花束，甲这个。烛台啦，吼，都有蜡烛，吼，所以水盘、花束甲这个蜡烛，高举的时阵意义是啥物货？高举基督。啊，你这个水是要讲啥物货？天父上帝是万物的啥物货？本源啦。啊，花是要讲啥物货？花是基督荣耀的生命，以及咱信仰前辈活出基督的香味啦。安尼知影无？啊，这个光代表是啥物货？信心的光，上帝的荣耀，意思讲，咱世世代代所做所行，拢在荣耀咱的主上帝。阿门。哦，所以一只的详细的内容，牧师无一个字读，总是互咱回去慢慢来了解，较免讲，哎哟，啊，这个礼拜牧师是咧创啥？啊，该做一寡仪式那些，吼，其他宗派，毋是安尼，毋是安尼。啊，倒有较要紧的是。咱去传福音的时阵，常常面对无道友甲新朋友，有一个咱上困难的，就是讲，我毋敢受洗礼，我毋敢来教会，因为我厝内底的人都需要有人安那，有人拜。今仔日咱若将福音传福音，然后甲因转换，互因讲，其实咱的教会，咱的信仰，仍旧是慎终追远。人就是悼念我们的祖先的时候，其实这是一个传福音真好的一个窗口甲平台。毋望未来，毋是刚好今年未来，咱会继续用安尼的礼拜，这是咱传福音的一个真好的机会。毋望咱做伙来把握。以上牧师一只报告。上言，请咱献开圣诗，圣歌397首。愿主赐福保护你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
请兄弟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，愿三位一体上帝你的圣手，常常康阮、扶持阮来行正诚的道路，对即世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得胜嘉宾唱《活出爱》。殿乐莫道。
平安里，请跟我们四围的兄姐互相请个安，谢谢。